哎呀，这又到中午了，茶哥，我去外面看看吧，我看看还有啥野生的食材。哥去吧，你带着吧，我给你找。我们菜市场还吃不饱一个肉，看我给你吃的满满的，这点肉算个啥？茶哥，你这打算中午做啥呀？这我看也没有肉啊。就这个铁骨肉，越吃越香，来点麻辣的，绝了！下，下，这来几个姜片，再点葱，去。呀，去，麻椒，来点豆瓣酱，行，这颜色这一下就上来了哇！来点酱油，来点盐，好，来点13香，少来点香。行，茶哥，我以为你只会煮羊肉呢。那你说啥了？手艺不错呀。开玩笑呢你，这点做不了，该走他。这得几个小时啊，茶哥？3个小时吧。妈呀，那我先睡一觉吧。哎呀，茶哥，你翻熟了叫我啊。哦，兄弟，吃饭了，吃饭后。那好了，你再不起来，我一个人吃完了啊。哎呀，这太阳都下山了。好，再来点汤啊！哦，兄弟，快点点，切啊！生活必须带点颜色啊！来，这兄弟，快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！嚯，啊，看看香不香？正好，快吃。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，茶哥。不用不用。哇！来点肥溜溜的羊尾巴。茶哥，你这味道还行，就是肉有点少吧，全是骨头。眼前这个东西肉这个够大的了，哎，你以为吃手把肉呢？明天给你煮手把肉。哎，这对劲呢。这兄弟，今天就这样吧，简单的吃吧，睡觉啊，明天给你煮肉。你这样，哎，我都不好意思走了。